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有几类音会通读做咚咚咚，这毋是咧唱鸭蛋歌，因为一般咱较常听到就是白音灯。这个灯都有拄好意思，像讲火灯红，另外嘛有面对的意思，像长天就抓爱情无变卦。啊，若是读做顿，这就代表摕物件去底啊去借钱，像咱讲顿店、顿手表啊、顿手指。啊，若文音一般较常听到就是读做咚，也佫有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词就是会当，代表讲会使、会用的，可以。颠倒变的词就是袂当、袂使、袂用的。第二个词就是迄当阵，嘛会当讲是苏当时、迄当时、迄个时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你若是无闲，我都含你做伙出去踅街，迄当阵你就会当甲伊先讲个清楚。即马你已经答应啊，应人较惨欠人，你就爱讲会到做会到，才袂互人怨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当另外嘛会当读做顿，也佫有咚咚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